香港周融 Robert Chow 以資深傳媒人嘅經驗，以獨到嘅觀點同大家分享對時政嘅睇法，絕對值得一睇。歡迎大家又嚟到禮拜一嘅華山論世，咁又同阿劉瀾昌兄咧同大家見面。嗱，今日咧我哋係想講下美國大選。咁雖然咧就到11月咧仲有大概大半年嘅時間，但係呢一次嘅大選咧就其實係一個真係好特別嘅大選。第一就係美國佬不嬲同埋西方國家咧，就係鬧話即係中國啲老人政治。咁而家咧就美國咧卒之就兩個老人啦，有一個可能性，有一個就兩個老人嘅即係對決，一個咧就拜登就已經過80㗎啦。咁另外一個貼近80嘅咧就係即係呢個特朗普。咁呢個係一個可能性嚇。咁但係如果真係呢兩個人去對決嘅時候咧，老實講，即係美國國運之差咧，即係我相信都冇乜去邊度啦。咁但係調轉嚟講咧，如果突然間咧，嗱呢個咧，即係特朗普咧就俾人告緊啦，咁係咪真係要入監啊？咁就大家都唔知啊，因為未告，即係未上 court 啊嘛。好啦，咁但係如果真係一個老人咧，就係特朗普咧，係唔掂嘅，咁啊剩翻一個咧係共和黨嘅候選人，咁呢個就係希利克里。咁啊克里咧，如果去選嘅話咧，就係共和黨第一次咧出個女性出嚟打呢個即係總統。咁係咪一定佢啊？係，因為冇第二個啦。基本上咧個個都走晒啦，淨得佢喺度死頂。佢頂乜嘢咧？佢係要等緊。即係特朗普咧，會唔會退選嘅啫？其實係好簡單嘅。好啦，咁呢度一邊喎，嗰邊咧係咪即係克利對呢個拜登咧？又都可能唔係喎，因為拜登咧可能一老到而咁嘅樣嘅時候咧，開始咧即係全個國家咧，大家對佢咧即係開始有好多即係懷疑嘅。咁又例如話佢記性唔好啊，佢話唔係我記性好好咁啊，但係記到佢個仔幾時死佢都唔記得咗啦，已經即係真係好似腦退化症咁樣啊！咁但係無論如何，如果佢退出嘅話咧，咁邊個咧？賀錦麗最近就出嚟就講一句，佢就話我有啲準備咧成為呢個美國總統咁。哇！咁啊過癮啦！兩個女人，一係兩個老人，一係兩個女人。嗱，我唔係對女人有乜問題。我先插一句先啊。係啊，我覺得賀錦麗咧真係對自己嘅個 boss 好唔尊重啊！你第一句話應該話拜登得㗎，佢可以撐落去㗎。佢唔得，我先去接佢。佢開頭就話，我準備隨時接佢，咪即係話佢唔得咯。即係講咁啊！老實講，你做人即係個心嗰句，即係你梗係講過佢真嗰句啊！你點會講假嗰句嘅啫？係咪？嗱呢個咧就即係美國咧，又係去緊一個環境。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咧，又係真係去到即係呢中國人嘅8運進9運咧，未來20年咧，如果即係無論係兩個老人選出嚟，選一個，或者兩個女人選一個，其實都係即係美國都係運轉啊。即係我呢個我覺得你唔好話我，喂，點解你講咗呢個即係呢啲咁術數嘅嘢？唔係術數嘅嘢，而係真正咧，大家睇到咧個環境咧係即係你美國以前啲強人啊，你好似克林頓啊，你唔好話甘迺迪啊嗰啲啦，奧巴馬嗰啲出到嚟真係好似樣啊！而家你睇咧，即係咁嘅款，真係點樣打咧？所以好多人而家睇美國大選咧，就係首先要諗個問題，即係話你所有嘅民主選舉啊，就選精英嘛，選人中之傑嘛，選叻人嘛。咁你而家係好明顯呢兩個人唔係。應該嚟講唔係叻人啊，唔係咩？但係佢始終咧就係冇其他啲叻人咧能夠取代佢喎。即係呢個係唔係就係即係呢個即係外國而家呢個即係選舉制度，啲所謂民主即係選出嚟最好嘅方法咧？如果你即係我扭一扭咁講啦，如果你睇翻嘅時候就話咧，你第一政策嘅延續咧，就係最大嘅問題。咁你相比兩個咧，即係頂得住好嘅國家，中國
習近平有好可能就繼續再做落去15年甚至20年啦，唔知道係嘛？咁啊，第二個就普京即係兩個即係仲係好嘅國家，即係進步嘅時候，咁係咪亦都係證明到即係話咧，其實世界冇一種嘅模式咧係一定啱嘅。其實係每一種模式都有佢自己即係應該可以做得到嘅立足之地。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咁係咪真係要衰到透嘅時候美國啦？咁又先至唔知係賀錦麗對克里啊，定係兩個老人對老人咧？咁即係之間，咁即係點樣算咧？就即係當然啦！你問我就會覺得就話，我唔係替美國擔憂，我係心中暗喜。難聽嗰句，心中暗喜，你都有今日啊 ！You have today 2024年真係。不過呢個世界嘅歷史嘅發展就係咁喎，螺旋式向上整即係話否定之否定，或者係30年河西30年40年又河東，一定係人哋螺旋式上升啊嘛，你螺旋式下轉嗰度大鑊啊嘛。即係佢有螺旋式上升個階段，又有螺旋式下降嘅階段，即係個勢發展到一個事情咧，即係按照哲學嘅語言就，事情發展到某個地步咧，佢就開始就走向反面啦。咁有趣嘅地方咧，就係話究竟其實喺美國嚟講咧，即係有幾個即係初選啦，即係特朗普都贏得好清脆，咁佢贏得清脆之下，但係佢都未出嚟去真係。即係參選啊！即係佢唔係唔參選，而係佢冇去即係去搏命去做呢個競選嘅活動。因為點解咧？佢要即係準備佢俾人告啊，其他方面嘅嘢，佢要面對嗰個問題。咁啊，老實講呢個即係民主黨呢方面咧，亦都未正式即係出嚟即係呢個初選。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大家開始越嚟越睇咧，即係拜登真係唔係好掂咯。係咯，即係好多人講咧，就係睇拜登掂唔掂咧，都仲有一個指標咧，就可以參考嘅，就係拜登嘅政府咧未炒過人，好多人都係自己辭嘅。特朗普做嘅時候，呢個國務卿又炒過，呢個安全顧問博爾頓又炒過，即係話就。好多人講話咁啊，證明咧佢喺度做嘢嘅。呢個唔啱咧，佢係炒咗。咁而家咧就佢做嗰個節目，佢都係You are fired，佢成日都係講呢句啊嘛，嗰個分別唔同啊嘛。係啊，咁拜登咧唔炒人咧，證明咧佢而家係喺度做樣嘅，係擺嘅。實際上係做嘢嘅咧，就係布林肯同埋沙利文。其實咧你睇到嗰個即係美國咧，今時今日咧嗰個即係。外政咧係重要過內政，反而內政咧就美國咧就基本上咧就冇咩理，即係譬如話你個邊境問題啊，你嘅即係你嘅移民政策啊，你嘅即係咁多人瞓街啊，即係冇錢啊，其實嗰啲冚唪唥都唔理，淨係顧晒即係呢啲係即係向外嘅問題，烏克蘭啊，呢個以色列啊，呢啲咁嘅問題。咁所以你大家睇到咧就話咧，即係可能證明一樣嘢咧，即係美國可能咧就唔可以以即係外交咧係作為一個即係主軸。好可能咧就係下一任嘅美國總統咧，無論邊個嚟做都好啦。都應該係將嗰個即係焦點咧放翻去內交嗰樣嘢。即係實際上而家特朗普係主打嗰個呢個邊境嗰個圍牆嘅問題啊。咁啊，拜登呢邊咧就係都係講翻外交。咁所以我又想講咧就係話沙利文最近有個演説咧，我就好仔細睇嘅。咁而家咧甚至有人講咧沙利文可能係未來嘅第二個基辛格。即係佢講一段咧關於中國嘅話咧，我覺得可以即係讀俾大家聽下。好啊！佢話佢哋而家美國嘅對中國嘅關係咧，就係世界上最重要嘅關係之一，係要增進穩定。咁事實上咧，佢話佢認為咧，美國喺國內嘅投資同埋加深海外嘅盟友合作關係所做嘅工作，都係對
中國嘅外交創造一個更有利嘅條件。咁佢話咧，一個可持續嘅對話政策就係需要同時考慮多種事實，並通過不斷嘅調整嚟實現平衡。我哋清楚認識到，我哋同埋中國關係可能係改變競爭結構嘅各種要素，但我哋深知道美國同埋中國喺經濟上相互依存，並且解決跨國問題同埋降低衝突風險有共同嘅利益。咁即係呢個沙利文嘅最主要主張。佢話佢哋喺美國喺幾十年嚟塑造或者改變中華民國所做嘅公開同埋私下嘅努力咧，冇取得成績。咁喺預見嘅未來，中國咧喺世界舞台咧係一個重要嘅參與者，佢意味着美國同埋中國嘅雙方競爭中，我哋必須要揾到一個共存之路。咁佢嘅最主要嘅外交指導就係呢個啦，即係好現實講句啦。嗱，沙利文講呢番説話咧，就喺美國政治上嚟講咧，就係完全不中聽嘅，即係冇人中意聽。因為咧，特朗普啲講人問佢，即係話，喂，究竟即係你做咗總統嘅話，如果你係向中國加嘅，即係嗰啲貨物嘅加關稅，係咪60%啊？佢話遠高於即係高過60%。嗱，即係你睇到咧，即係美國而家嗰個主流啊，最少係即係政治嘅主流咧，就係對中國硬，對中國打擊。咁沙利文而家講呢番説話咧，就即係正式，即係好似你話即係可能下一個基辛格。但係記住一樣嘢，基辛格即係老實講係掌權嗰個尼克遜個年代之後咧，其實係即係我哋就聽得佢多啦，但係佢出嚟咪寫下書咯，有咩力啫？佢喺美國國內個影響力係非常之低嘅。咁沙利文究竟係一個將來係一個即係一個政治界中嘅重要人物咧，定話係一個咧係一個學術界嘅人物咧？你要真係要諗諗啦，就係要劉兄，好關鍵就要睇拜登能唔能夠連任。拜登如又算連到任嘅話咧，佢都未必一定係再重用沙利文噶嘛。因為如果你睇翻嘅時候咧，最少布林肯嗰啲都同佢走來走去走趯多好多啊嘛。沙利文基本上咧就係背後咧就出橋嘅啫嘛。但係而你又睇得到，即係美國政府即係喺呢個拜登之下，有幾可聽啊沙利文嗰支笛啊？對中國咪又係打壓，係咪？即係所以你咁睇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好清楚，即係美國同中國之間咧，就一定首先就要睇即係邊個去做到下一任嘅總統。第二樣要睇就話咧，美國個新任總統會唔會對中國有一個改變嘅睇法？但係呢個睇法咧，就如果你係講緊嗰個大嗰個選出嚟嗰兩個人咧，基本上咧都係。即係敵視中國，即係可能口中就冇敵視，但手咧就一定係敵視。但係手敵視咧，口一定做出講嘅。因為咁樣咧，佢先至可以攞到即係有人講啦，就美國一定需要一個外敵。咁而家美國咧大鑊嘅地方咧就太多外敵啦，數不盡咁過嚟。你可以話咁佢唔需要即係針對中國，但唔係。佢哋始終覺得咧係中國係最大嘅敵人，最大嘅競爭者，最大嘅挑戰，唔好話敵人啦，係嘛？最大嘅挑戰所以喺呢種情況下咧，就未來拜登同埋特朗普，如果係開始競選活動啦，即係對中國嘅問題咧，又必然又係佢哋一個話題。呢個一定係佢哋重心啊！冇人會即係講任何嘢關於呢個即係以色列。例如，因為以色列咧而家個環境咧可能係再變咁再變之下咧就未必會有咩做到。咁而家咧就烏克蘭咧就好清楚啦，就拜登就支持烏克蘭，特朗普咧就唔支持烏克蘭。咁呢度咧大家亦都未必會喺度咧即係講太多嘢啦，因為以色列係佔晒所有嘅即係 attention 㗎啦嘅注意力㗎啦。
咁而家咧就可能咧，我諗拜登咧就會動員更多嘅 G7啊嗰啲國家咧一齊嚟反特朗普。喺加拿大驚到咩咁？呢個日本又驚到咩咁？呢個法國、德國都驚到咩咁？話特朗普話呢個一定要又要加翻關稅，又要加翻好多嘢。咁啊，可能拜登喂，咁我又試下問你啊，你嘅睇法？我哋純粹從中國嘅角度嚟睇，你話中國應該情願邊個做啦？係中國當局、北京當局咧，一定唔會講呢啲説話。但你睇啊，應該邊個對中國有利啊？一定係情願拜登。你覺得拜登係情願？即係 better the devil you know，即係你識得嘅魔鬼好過你唔識得嘅魔鬼。但係兩個都識得㗎嘛。因為咧，我覺得係咁，即係從拜登上嚟嘅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咧。就雙方面中國同埋北京嘅磨合咧，就係越磨越緊。即係嗱，舊年喺呢個三藩市嗰個會面之後，就定到好多規矩嘅。跟住咧，呢一次沙利文喺曼谷見呢個王毅咧，又即刻宣布呢個習近平同埋呢個拜登好快就要通電話。咁即係證明雙方面嘅磨合咧，就係知道你要咩嘢，知道我要咩嘢，磨合得好。咁變成特朗普上嚟咧，又重新又要嚟過晒啊！但係等我哋諗諗先啊。打個電話都要早幾個月前，揾沙利文到王毅傾一大輪。咁你估邊個想打電話咧？咁啊，梗係拜登想打電話嚟，你即係攞翻啲威啦，係嘛？咁但係王毅都話好快啦，好快啦，即係都係棘住你，即係唔係俾你咯，係嘛？即係嗱，呢個真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嘅，你睇即係中國可能即係可以強到。要你即係打個電話，你都嚟咪喂，你俾我打個電話啦，傾傾啊咁。係咯，即係我諗拜登將來咧，可能都話，我可以搞掂中國作為佢個競選嘅一個策略。但係你話可以搞掂中國就揾嚟講嘅啫。但係問題就係咧，你話搞掂中國，你親中國咩？唔係啊，你都係需要中國作為一個敵人啊嘛。即係你美國始終都要揾一個敵人嘅。俄國唔係大敵，中國反而係大敵。咁你話俾我聽啦，即係我兩者之間，即係無論如何咧，即係你問我今日，如果你話揀一個邊個做咧，我都唔知。不過如果你話咧，即係對美國嘅損害大嘅咧，我估咧，特朗普可能係強啲。咁你話如果我哋即係喺度全心不良，咁你話你希望美國早啲衰啊咁可能就特朗普做到美國總統咧，就係即係對我哋更加有利啦，係咪咁咧？佢可能呢個就係不以人嘅意志為主義，即係佢個運程就定咗係咁噶啦。咁係咯。咁如果你話選咗個總統出嚟，個總統係啱啱入咗監嘅，咁你真係邊度都唔使去啦。你話真係，究竟呢個情形係咪真係咁咧？咁大家都唔知，究竟係拜登啊，定係特朗普啊，定話係變咗為克利對賀錦麗咧？咁啊，大家都唔知。不過無論如何咧，今年2024年咧呢場戲咧。就我相信由今日咧一直做到即係11月咧，都係哇撲朔迷離，即係好多嘢睇啊嚇！好，今日我哋講到呢度為止，拜拜。睇完片點少得點讚、關注同分享，簡單幾個步驟，我哋就可以感受到大家嘅支持。